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9月初2。今日读经的进度是《哥林多前书》2章6节到10节。虽然是安尼，对遐灵性成熟的人，我嘛有讲智慧。不过，毋是即个世间的智慧，嘛毋是即世间注定会失势的统治者的智慧。我所讲的是上帝奥秘的智慧，是对人温密的，是上帝为着要互咱得到荣光，伫创世以前就先决定的。即世间的统治者，无一个明捌即个智慧，因若明捌，就袂将荣耀的主钉死伫十字架。照圣经所记载，上帝为着听伊的人准备的，是目睭毋捌看到，耳孔毋捌听到，嘛毋捌有人想到的。毋过，上帝已经有通过圣神，将这个事对咱启示。圣神彻底知万事，连上帝钦定的旨意嘛知。保罗对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缘伫遐提醒，伫哥林多教会的人咧追求智慧的时，因常常袂记哩追求伫圣神内底的智慧，往往伫世间咧敲找智慧，也伫迄个注定会失败的统治者的身躯顶，就是人的身躯要找智慧。总是上帝互咱通知的，智慧是对伊遐来，毋是对人所来。因为上帝要为咱备办，是目睭毋捌看见，耳孔毋捌听过，嘛无人想过，就是对上帝所启示的智慧。这个智慧伫圣神的帮助，互咱会通明白万事。愿主帮助咱对圣神来得到智慧。